如果要揀一種保險成為專家咧，我會揀邊一種保險咧？答案就係醫療保險啦。咁原因咧就係我屋企人咧其實係用過醫療保險啦，無論我爹哋啦定係媽咪啦，咁都曾經試過因為生病啦而入去醫院。當入去醫院嘅時候咧，手術費啦同埋去即係住院嘅費用啦、雜費咧都係非常之昂貴嘅。咁當然咧，作為我愛嘅家人，我都好想佢哋得到最好嘅治療啦。當佢哋要治療嘅時候，唔想佢哋去擔心呢一個費用嘅。咁唔同嘅，即係你話醫療保險點解要成為專家啊？點解要熟讀一啲 terms and conditions 即係條款咧？其實有啲乜嘢唔同咧？原來咧有一啲嘅醫療保險咧可以做得到，當你有一啲大嘅疾病嘅時候，癌症咁計啦嚇，咁就可以豁免你咧3年嘅保費嘅喎。咁其實會有呢啲 terms 咧，就會令到你去叫做去病嘅時候咧，就更加唔使擔心你嘅經濟負擔啦。咁如果想知道咧有啲乜嘢嘅公司咧有一啲醫療嘅保險可以有呢啲咁好嘅 terms 咧，可以 DM 我66270418 WhatsApp 我都可以。我係 Tiffany 獨立理財顧問。